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要数空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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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？你有听到那个声音吗？你来看，就是那个火鸡布耶。今天呢，我们不是来到通波演哦，我们是来到一间民宿，而且呢，要给民宿地度呢，有个洞给通波喽，孔雀马，好多全部都在这边和平共处。我们一起来去找民宿的主人，不是他，是范老师，走吧。老师，刚刚我走进来，他们两个就在欢迎我，你的火鸡。对，他们很喜欢人。老师，你在国外教书10几年，怎么会回来这个台三线的山里面开这一间这么特别的民宿呢？这是我老家，回来退休。先教你一个客家话，退休4线讲法就是退休，退休。但是你怎么会想要养这么多动物？而且听说你是让他们和平相处，都没有让它绑链子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喜欢动物，喜欢他们要自由生活，动物也喜欢我，我感觉得到。在后面这是一个树屋，是不是？这棵树是，别的都是我种的。然后你再依着它的树形盖了这个房子。对。老师，今天我们要教观众朋友另外一个，就是树。4线腔的讲法就是苏诶。苏诶。刚才老师有提到，老师是在退休后回家乡经营民宿。那这句话客家话讲法就是退休后转家乡经营民宿。退休后转家乡经营民宿。今天来到老师家，真的让我大开眼界，这么多动物，而且呢，竟然是一间民宿，那种乐在生活真的是很惬意，对不对？当然喽，老师今天跟我们一起学习了新的客家话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就是退休，退休，退休。第二个呢就是树，苏诶，苏诶。第3个来学一整句话哦，来看到就是退休后回家乡经营民宿，退休后转家乡经营民宿，退休后转家乡经营民宿。想象自己如果有一天呢，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，好好的与大自然和平相处，不容易。加油喽！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